桃園市府是按算一個中壢體育園區起一間會當予21000人入場的巨蛋體育館，嘛按算要起大型的商場，希望帶動南桃園的發展。因為議員是建議講，交通都要設計好勢。盡快進行到規劃，這是中壢體育園區。市府為着要平衡南北區域發展，除了要佇遮起會當容納2.1萬人以上的巨蛋體育館，也同時打造一座購物中心。園區會採取 BOT 的方式來興建，已經公告招商，預計6月23截止收件，在地居民真期待。基本上是非常期待，是非常期待的，對，因為這就會變成一個。算是北台灣的另外一個新地標。對於電園建設發展，在地居民是真期待，也毋過也真驚受傷害。議員攏表示，附近交通是招商上大挑戰，煩惱車陣人流會對電園上的交通產生真大影響。提起市府做好交通影響評估。體育園區孵蛋，中壢交通錯雷蛋，現況道路路幅寬度根本不足以支撐未來購物中心或是巨蛋進駐之後交通的量能。貨站體育園區設置巨蛋，市民朋友有期待，但也害怕受到傷害。對於舊有的道路如何去拓寬，如何去優化，才不會對地方上的交通產生非常大的衝擊。針對交通衝擊，市府表示，中壢體育園區 BOT 案位於中壢區環中東路環運路口，佔地大概9公頃，未來會當連接中壢車站、三鐵強構、捷運綠線延伸中壢段、鐵路地下化等交通建設。這個開發案定位是桃園市上高層級的大型室內多功能體育館，加上購物中心，目的是帶動南桃園運動、5路經濟甲觀光產業共步升級。記者綜合報道。